鏡頭轉到去美洲，長期受到美國制裁的古巴，這陣因的政府是表示講，已經甲美國展開初步的對話，希望是會當化解因古巴嚴重的能源危機。古巴總統迪亞茲卡奈13日甲政府官員的會議中，講到已經甲美國展開會談，也毋過這個會談永遠佇初期的階段，應達到什麼款的結果也真歹確定。Con representantes del gobierno de los Estados Unidos. Estas conversaciones han estado orientadas a buscar soluciones por la vía del diálogo a las diferencias bilaterales que tenemos entre las dos naciones. 英國廣播公司 BBC 報道指出，古巴官員由迪亞茲卡奈親身來帶領，也來美方的代表是以古巴移民第二代出身的國務卿魯比歐為首。兩國對卡斯楚1959年領導共產革命以來，關係就一直真緊張。古巴也面對美國超過60年的禁運抑擱制裁。也在美國總統川普第二擺入主白宮了後，更加對古巴加強封鎖，特別是禁止其他國家對古巴實施石油。加上進行經濟制裁，造成電力設施真巨損害。古巴平常時電力停電，所以講，當古巴甲美國展開對談消息傳來了後，民眾心中開始出現一點仔希望咯。Por eso queremos que llegue a un consenso, que si hay conversaciones que sean buenas, que logren algo bueno en esas conversaciones. Bueno, hermano, que si a raíz de todo eso se van a llevar acuerdos y situaciones que van a mejorar nuestra situación mejor. Porque la situación está bastante difícil. 另外，在甲美國展開對話同時，古巴也釋放51個犯人，這是古巴外交部長羅德里格斯進行會見告終24時所得到的結論，加速古巴對國際表達善意的方式。也古巴政府並無說明講，這51個人是不是包含所謂的政治犯，敢若講考慮受刑人服刑時間已經達到標準，同時因的各種表現真好，有時才得到釋放。公視新聞，徐嘉玲編譯。